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第15个课盘呢，就是第15个课盘的话呢，随诸佛菩萨这个修学而发愿，就随着这个诸佛菩萨这个修学而发愿。那么这个随诸佛菩萨修学而发愿呢，就是分2个课盘，就是第一个是随诸佛这个修学而发愿，还有这个随这个菩萨这个修学而发愿。首先是第一个随这个诸佛这个修学而发愿呢。修学志愿吧，就是我们后面的小课盘是以志愿，然后第一个是随诸佛修学志愿，第二个是随菩萨这个修学志愿。那么第一个随诸佛修学志愿呢，在宋词当中这样讲的：三世一切诸如来，最深菩提最深菩提诸心愿，我即供养圆满修，一菩现心无菩提。那么这个就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也要这个祈愿呢，就是发愿呢，就是为了过去现在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如来就是如来，那么就是最开始发这个无上的这个菩提心，就是为了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中间呢，就是在无数的这个世事当中呢，他们就开始这个心持这个六度就是心持六度。那么这个最后呢，就是获得了成就，并且呢，就是为利益天下，为利益一切众生呢，就是开始这个转了这个无上的这种法轮就是。那么在整个这个一切的这个从开始到就是最后这个用这个佛法来饶益众生的整个这个信愿呢，就是他的这个法愿和他的这样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行为就广大的这个法愿和行为呢，我都去这个供养，都去这个修学圆满。我们平时发心的时候，也是过去这个诸佛是如是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就是显证这个功德利益这个众生。我也是这个如此而这个发愿就是我们经常也有这样的这个发愿。所以在这里呢，就我也同样的就是供养呢，就是十方三世的一切的这种这个如来，并且呢他们在整个这个从开始到最后这个修学的这个过程我就一一的去这个学就是一一的去根据就是不是那个叫六六小巴kirk chandra六小巴kirk chandra当kortan个在他当香港接近传中中波chandra点着可能到说就是修我们念那个世尊仪轨的最后呢，也是念这个偈颂嘛。马旁人不且有个计算叫做是得实这些根据都接动在把我们现在你比如来面一些经着点着可能到说你就是修这个内容好像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意思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这是我们念诵经里面是有的，就是的什么。或者等各自擦等任何就是那么就是往昔的这些如来呢，就是包括你们的眷属、你们的这个庶民、你们的这个差度等等，就是怎么样的话呢？我也是这个发愿，就我也这个修学呢，我也将来有这样的差度、这样的眷属、这样的这个这种这个妙法吧，就是妙法，就是我们对这个如来而这个学的话呢，那么。前辈的这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不动佛，他们怎么样这个发愿的话呢？我也这个如是发愿，总体上是这样的。当然，到你真正你的这个清净刹土就是创造以后的话呢，个别的地方呢就是有不同之处，但这个是应该就是不用紧的，因为各自的这个发愿力呢，就是也可能就是当时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的。我们发愿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呢，的确我们作为这个无名众生的话呢，应该有一个前面就是这个引导者，这个引导者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随这个如来而学。就是随这个如来而学。那么如来而学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像这个三世诸佛怎么样发愿，他们怎么样这个性质，怎么样利益众生呢？我也是如是的，就是供养如来，然后呢，就是圆满，就是菩萨的，就是如海般的这些行为呢，就是都这个圆满，并且呢，就是我是以这个普现心愿的，就是无菩提的，而不是以这个自己杜撰的。就像龙门菩萨在讲那个月存菩萨就是造这个如中轮的时
时候呢，就是他自己是没有这个智慧能力，但是呢，完全是这个依靠这个龙门菩萨的这种智慧力呢，就是开始造这个论点，他是这样讲的嘛。所以我们这个凡夫众生的话呢，那么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自己是完全是按照那个佛的这种名义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中间呢，就是需要有一种这个限界，就是应该以这个普贤菩萨就是为榜样啊，就普贤菩萨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大愿，所有的这些行为呢，就是赖这个无菩提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念普贤行愿品是每一个这个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来讲，的确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那个《圆海精髓》里面怎么讲的？跟的怎么说的？最后一个记住。普贤什么？算了，你们要再翻的话，那我也会翻。能背的话，那就是能背的。我藏文本跟得上不？跟得上不？跟得上不？啥？啊？沿海精髓里面也有一个寄送，就是意思是，就是跟得上不能背啊？这，连这个都不会背了。他你送我当的是，就是跟得上不能背，但不想学不讲怎么的。在这个。我这批上就要跟那，要我跟得上不？你叫我的话，我基本上跟得上不能来，他们想学不讲怎么的。对，就要跟得要精品比。你叫我的话，我基本跟得上不能来，他们想学不讲怎么，他是想学，应该这个。引用校正就是翻书，这是辩论场所里面最不好、最羞辱的一件事情啊。下面就是讲，好像这个是不是讲完了？基本上说那个，我们这个发愿呢，就是发愿按照这个普贤菩萨的这样的这个发愿就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那么就是像以前呢，有些人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以前那个宋高僧传里面呢，就是一个叫做是，有一个和尚就后来就是叫监控还是空间，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修行人。我好像以前讲过，他以前是一个这个秀才，然后他有一个毛病是什么样呢？就是他特别喜欢这个游山玩水，然后只要这个身上有钱的时候，他会生病的，就是然后没有就钱马上花完了以后，有病也好了，但有一次呢，就是在好像杭州一个地方，他特别苦恼也特别饿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一个印度的僧人，然后呢跟他就是说这个什么修财发誓还是什么说的，然后他说是就你给我说发誓是不合理的，然后那个印度僧人呢说是你应该是前世是都讲《法华经》的一位法师，为什么现在不能说？他说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后来就是给一个这个水果就是水果，他吃了以后呢，就是他确实想起了他自己的这个前世是一个讲那个《法华经》的一个法师，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同时就是他们有5个人，然后他就想起来以后，他特别伤心，就是当时我们5个朋友呢，就五个这个好友呢，现在是变成什么样的？他一个一个的问，然后有一个呢，就是他就在佛像面前就是发了这种愿吧，他说我如果没有成就的话，那把我变成一个，意思就是说是像这个军官一样的，就是他就发了这样一个愿，以开玩笑的方式。结果那个呢，就是确实
变成了一个这个军官，然后其他两三个人呢，就其他地方这个在修行，然后只有印度僧人他呢已经这个获得这个成就了，他很多这个经历呢在那个时候都现前了，而且那个印度僧人呢后来他在70多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给后人留下来的这个最后啊。这个佛教这个灭佛的这个历史呢，都收集了，这是一个宋高僧传里面真实的事情。所以我在想，从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对境呢，也就是说，佛像面前他当时也是发愿，我如果没有成就的话呢，让我变成一个什么这个军官，然后后来确实是变成这个军官，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实践当中呢，一定要要发一种这个善愿，千万不能发这个恶愿。三世诸佛都是以这样的这个发愿，清净发愿呢，才这个获得的，而不是呢无缘无故或者是没有做什么，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座人呢也是未来的佛，要未来的佛呢，有些人呢确实下一辈子就变成真正的这个一些这个成就者啊，就这样。有些人呢，虽然我们共同在一个场合当中这个学习，但是很有可能自己的愿力不足啊，因此呢经常的不能放逸。有这个课盘的话呢，随三世诸佛而学啊，随这个未来过去现在的这个佛陀的一切行为而学。他们是什么样呢？他们经常是以真知真念来疏忽自己的。佛陀在那个大宝积经里面也说了，说是过去无量佛，现在即未来。就过去无量佛，现在即未来，一切从善起，诸不方逸啊，诸不方逸道。未来过去的一切的这种佛陀的话，实际上他们都是善这个发愿啊，就做发愿，就在行为上呢，就不方逸，不放荡，这样而这个获得成就的。